大家好啊！咁啊，美股三大指數上個星期五嘅時間咧，咁啊個別發展啦。Dow 咧就未跌，咁不過S&P 500同埋呢個納指咧就再創個新高。咁啊啲芯片股啦，咁同埋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都依然係帶領住個美股啊，有個比較上係好嘅表現。咁而喺翻過去呢兩日嘅時間啦，咁啊睇翻你話即係外圍個情況，咁特別係美伊嗰邊嗰個嘅狀況咧，似乎都冇乜太多嘅改變。咁似乎大家都仍然係觀望緊啦。咁啊嚟緊打後嘅時間，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發展啦。咁不過今個星期本身美股都多啲嘅消息嘅。咁除咗你話美伊戰事大家會即係持續關注之外咧，咁啊聯儲局議息會議，咁啊大家都會比較上係關注翻就係話嚟緊嘅時間，咁啊能源價格嘅上升，對於聯儲局方面嗰個嘅一啲嘅對於未來 sell 嘅去向嘅睇法，會唔會有啲比較上係大啲嘅一啲嘅影響咧？咁呢個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嘅。咁另外就係今個星期亦都會有好多嘅公司會出呢個季績。咁而喺翻納指裏邊，即係叫我哋嘅話比較重要嘅股份裏邊啦，咁啊都有好多間公司咧都會出業績㗎啦。咁啊包括就係Alphabet 啦，咁啊另外 Amazon 啦、蘋果啦、Meta 啦，咁啊全部都會喺翻今個星期嘅時間會出呢個業績。咁而佢哋嘅資本開支個狀況啦，對於 AI 方面嘅一啲嘅投入啊，咁啊以至到一啲最新嘅睇法啊，都會對於個市場，特別係科技股嗰個行情會有個好大一啲嘅影響。咁所以以上呢個情況啦，大家都係要密切關注住。咁尤其是關於美股啦，喺翻過去呢一段嘅時間啦，咁都係真係升咗唔少噶啦。咁啊特別係納指同標普啦，咁啊 keep 住破頂啦。咁所以我相信啊，即係未來一段嘅短嘅時間，咁啊美企嘅業績將會係一個市場嘅重要嘅關注點之一。咁除此以外，咁當然都要留意住就係話，即係啱啱最開頭嘅時間投入到啦，美伊戰事一啲嘅狀況啦。咁所以相信今個星期咧，某程度上啦，業績都會幾主導住嗰個美股嘅去向。咁我睇法就大致上都仲係樂觀嘅。咁啊睇下美股方面啦，有冇機會可能再創一啲嘅高位啦。